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2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27天。根据媒体报道双方的报道俄乌双方，这个华盛顿邮报称通过与乌克兰官兵的访谈得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俄军掌握制空权，朝鲜部队新进增援使得俄方具有压倒性的人数优势，帮助俄罗斯夺回苏贾镇。此镇是乌军在库尔斯克最后一处据点。一名熟知乌军在库尔斯克州无人机作战情况的士兵表示，在本月17日前，乌克兰部队几乎已全部撤出当地。他说，乌方任掌握的库尔斯克土地非常小一块，几乎等于没有，只有部分边境地区。乌克兰权威军事网站地图显示，乌军一度在库尔斯克掌控超过1295平方公里土地，如今仅占领其中的10%地区。该网站共同创办人米库拉说没有朝鲜部队，俄罗斯甚至无法凭自身的军队守住自己的领土。俄方有好几波大规模增援，远超乌方规模。严峻的现实是，乌方没有足够的弹药和无人机去歼灭他们。朝鲜部队今年1月曾从战场撤退，在一损失惨重的情况下重新组织。一位与乌克兰军队及韩国事务相关议员谈到尽管最终是多重因素综合起来促使乌克兰加速撤退，包括失去补给线以及控制权，但朝鲜军队再次出现造成痛苦的影响。这名议员提到，我们谈论的是训练有素、斗志高昂的士兵，在一个特定地区。我不能说是朝鲜人造成了库尔斯克当前状况，但他们参战带来的相当重大影响。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利霍维上周说，朝鲜部队是俄军在库尔斯克主要攻击部队之一，其作战效能远优于去年冬天的表现，当时他们损失惨重。这个乌克兰方面这么说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是给欧盟施压，给欧洲盟友施压。你看人家朝鲜军队在库尔斯克都这么欢快，放开手脚打，你们还在犹犹豫豫还在商量。鉴于乌军还在库尔斯克，所以这个3月19号就是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将彻底击败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军。也就是说，现在乌军还占了100多平方公里，跟俄军还在继续这个叫拼杀呀。这个乌军总参谋部说苏梅州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边境局势处于乌克兰国防军的控制之下。市民说社交网络上流传的有关俄罗斯部队深入苏梅州的消息是不实的。俄罗斯入侵者正试图分批进入乌克兰边境的一些定居点，通过协调行动和预先建立的防御体系，敌人被火力迅速消灭。乌军成功阻止了侵略者在苏梅州领土上立足的一切企图，敌人的人员损失惨重。乌军司令部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技术手段和后备力量加强我们的部队。乌军总参谋部也确认说乌克兰士兵还继续守卫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营地。总参谋部提醒说敌人不会停止施加信息和心理压力，传播其宣传言论，目的是抹黑军事指挥部，并在乌克兰社会传播恐慌。但是这个普京可以说是按下葫芦又起了瓢。这个乌军在库尔斯克面临俄朝联军的压力又面临特朗普的切断这个军事援助还有情报共享。乌军从库尔斯克暂时退出了，还留了一小块，但是乌军又进入了别尔格莱德，正可谓叫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据俄罗斯军事博客写道他说今天也就是3月18号晚上，说乌克兰军队成功突破别尔格莱德地区的边境地区，并继续发动机械化进攻。这个他公布了视频视频显示乌克兰的这个工程车被用于突破龙牙防线防御工事，行军中的重型作战装备。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州与别尔格莱德州交界处的叫普利列斯耶、格拉夫卡和德米多夫卡3个村庄方向再次尝试突破俄罗斯边境线。乌军出动了几辆破战车、几辆装甲车和装甲运兵车以及坦克、全地形车，地雷线被突破。目前局势仍在演变中，尚无边境被突破的报道。实际上就在双普会谈的时候双普在保电话粥的时候特朗普向普京汇报工作的时候，这个乌军在别尔格莱德又杀了一个回马枪。根据乌克兰方面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别尔格莱德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了精准打击，
当天，乌克兰军队成功使用 FPV 无人机摧毁了4套俄罗斯的 S-1防空系统。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啊，他说或许不久后我们就能清楚乌军此次袭击的具体规模。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是，也就是哈尔科夫方向在进攻沃夫昌斯克定居点和俄军后方。倘若乌克兰此次袭击被证实，那么他极有可能打算对俄罗斯的桥头堡实施包围。另外啊，就在这个双普达成停止攻击双方的能源设施的时候，俄罗斯叫克迈罗沃州亚伊斯基炼油厂发生爆炸。该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3000多公里，这个也比较巧合啊。这个前2天泽连斯基刚宣布乌克兰的3000公里的这个无人机已经研发成功，已经装备了部队了啊。今天距离乌克兰边境3000多公里的这个炼油厂就发生爆炸，看样子这个无人机效果还不错。这个是战场的一些情况啊。那简单的说这个普京恐怕心思主要用在收复库尔斯克这儿，等到把库尔斯克最后的100公里拿下然后再跟这个特朗普交易。那么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各方对双普会谈的一个看法。就是双普会谈这结果咱们也说了，根据俄罗斯和美国方面的这个披露大家完全可以理解成就是特朗普向普京汇报工作，然后等候普京进一步指示，就这么一个效果首先是泽连斯基他发文一针见血的指出普京今天实际上拒绝了全面停火的提议，说世界应该做出回应，拒绝普京延长战争的任何企图，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普京实际上就用行动拒绝了特朗普的这个停火协议。他嘴上没有反对他说他同意，但是他就是不停火，然后把它分成3阶段，先停轰炸。就在这个双普通话完结束以后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马上就跟泽连斯基通电话。英国首相府18日晚发表声明说斯塔默当晚与泽连斯基通电话，讨论了美俄在停火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声明说泽连斯基向英方通报了前线的最新情况，斯塔默则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不移的支持。也就是斯塔默向泽连斯基保证无论这双普谈成什么样，对吧？英国都是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当然了，斯塔默也说了对特朗普在乌克兰实现停火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这一进程应为乌克兰带来公正持久的和平，只要有必要，我们就将支持乌克兰，以确保俄罗斯再也不能非法入侵。这个德国国防部长猛烈批评特朗普与普京的部分停火协议。这个鲍里斯·皮斯托利斯周三对德国电视台表示，在这次据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电话通话之后，俄罗斯的袭击并没有减少。他讽刺特朗普，并称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达成的协议毫无意义。也就是德国人对特朗普自吹自擂的什么与普京的谈话非常好且富有成效根本就不值一提，毫无意义，谈了也是白谈。这个英国的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他说普京不是在谈判，而是在嘲笑我们。特朗普与普京通话结束后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发文称，真令人惊讶，普京拒绝无条件停火，他想继续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他希望乌克兰解除武装，他希望乌克兰被消灭，他想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附庸国，他不是在谈判，他在嘲笑我们。约翰逊这个表态说白了，虽然他在讽刺他在批评这个普京，实际上就是在批评这个特朗普。特朗普跟普京两人沆瀣一气搞的什么这个会谈，这哪是什么会谈，这是普京在嘲笑欧洲盟友。也就是你特朗普跟普京谈的是什么玩意，人家明明在嘲笑，对吧？这特朗普还恬不知耻，他拒绝了无条件停火。这个美国国内的批评声音呢就更多了说特朗普斡旋和平的努力正在失败，他与普京的通话未能确保乌克兰全面停火，俄罗斯仅同意限制对能源目标的袭击。与此同时，加沙停火协议破裂，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失误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影响力和影响力的担忧。他们就是特朗普的急躁和缺乏战略正在助长对手的气焰。这个是金融时报报道3月19纽约时报的文章说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话结果感到失望。这文章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期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取得不同的结果。在白宫
宫连续几天发表乐观言论，称俄乌和平是可以实现的之后，这次俄美领导人通话的结果似乎与特朗普所希望的结果相去甚远。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非常富有成效。他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的解决进程正在如火如荼的推进。实际上普京仅仅同意了30天内禁止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想法。咱们也说过了禁止打击双方的钱袋子，这个目前对俄罗斯有利，所以俄罗斯从这个停火里面他挑出一个出来，对自己有利的来停火，叫选择性停火这个来耍弄特朗普无计可施那这个法国媒体怎么说的呢？根据凤凰卫视报道这是法媒称俄美元首通话承诺不痛不痒。法国媒体在特朗普和普京通话结束后进行了及时且广泛的报道和分析。有分析认为，普京基本拒绝了美乌提出了陆海空全面停火30天的提议，仅同意暂停空中攻击能源设施以及交换战俘等内容，这些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承诺。法媒认为，特朗普未得到他想要的结果，普京也未接受特朗普的要求。至于何时全面停火和何时和谈领土问题、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欧洲派遣维和部队等问题均未涉及，而这些恰恰是法国和欧洲方面所关心的焦点。此外，欧洲此前希望海上空中停火，但此次空中停火内容并未涉及。俄罗斯空袭行动仍可能继续，专家判断未来1个月内，俄罗斯可能会继续向前线推进，巩固对库尔斯克周边地区的控制，扩大顿巴斯地区的战略优势，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法国媒体评论说此次通话可能意味着美俄关系的重大调整。俄罗斯的长期目标一直是与美国建立最高级别的直接对话，以换取谈判机会。欧洲方面对此普遍担忧，因为一旦美俄关系走向正常化，可能会使美国减少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损害跨大西洋关系，削弱对俄制裁力度，为俄罗斯提供更多战略空间，进而威胁欧洲安全稳定。因此，有法国部分人士呼吁欧洲必须联合起来，增强自身军事自主权与经济独立性，以免在美俄关系调整中被边缘化。这个法国媒体叫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对吧？现在知道这个还来得及就在这个双普会谈结束后这个马克龙看了这个双普会谈的结果，立即呼吁法国和欧洲武装起来，对吧？这时候欧洲不能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据路透社报道他说，美国多家国家安全机构已暂停部分涉及俄罗斯的安全事务协调工作。随着特朗普政府推动结束乌克兰冲突，此举削弱了美国对俄方的施压，也就是特朗普和普京关系越来越近。3月19号，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并打算逐步推进俄美关系正常化。所以说欧洲人的梦应该立即醒来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他对特朗普促成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能力充满信心。吕特特别称赞了上周在沙特会谈期间达成的美乌协议，称这是重大进展。同时，吕特驳斥了特朗普过度信任普京的说法。吕特说他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就与普京总统打过很多交道，深谙谈判之道，对此我完全有信心。吕特不久前还提出战争结束后与俄罗斯的关系逐步正常化的可能性。你看看我昨天说了，这个北约现在就是已经是脑死亡，只要美国不再掺和欧洲的防务，不再对欧洲的这个安全防御对吧负有责任，那么这个北约就是形同实亡。这个吕特已经没了方向了，没了美国的支持这个北约秘书长那也啥也不是，对吧？这些欧洲国家已经甩开膀单独干了，还要吕特干什么？所以你看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那就是紧紧的这个抱紧美国向特朗普看齐。但是欧洲不一样现在就看欧洲实际行动会做多少。这个丹麦首相表示欧洲应该能够在3到5年内保护自己。这个弗雷德里克森首相他说我完全赞成重新武装欧洲，我希望我们把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摆在桌面上，在3到5年内我们需要完全有能力在欧洲保卫自己。如果你看到他们的破坏、混合攻击、利用移民，试图用虚假信息、假新闻来破坏我们国家稳定，俄罗斯与欧洲作战的意愿相当大。不幸的是，我不确定他会改变。他说我对俄罗斯不乐观，因为当我看到他们的行为时，这非常反人类、反欧洲和我们所
所信仰的一切。他们必须证明他们想在欧洲与我们一起过正常的邻国生活。欧洲的潜力非常大，但必须要改变和消除一些障碍，因为我们的产量还不够，我们仍然有这种和平时期的心态。我认为我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做决定啊。这个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啊，也就是他已经感受到这个事态紧迫啊，火烧眉毛，非常着急，没有几个月时间来做决定啊，赶紧武装起来。欧盟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计划每年向乌克兰供应至少200万枚弹药。这个又是在计划啊，能不能提供还是个问题啊。我们再看这个波兰啊，波兰还直接来玩实际的。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叫贝伊达表示啊，波兰计划在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埋设杀伤人员地雷，作为东顿的项目一部分。我们别无选择，边境局势严峻。我说的是波兰至白俄罗斯和波兰与俄罗斯的边境，这将是东顿的要素之一。他补充说啊，波兰没有杀伤人员地雷，但有能力生产它们。地雷将由波兰武装组织工厂进行，但我不想透露细节。我们谈论的是数十万到100万颗地雷，也就是啊，波兰的国防部副部长说啊，要在波兰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边境布设上百万颗地雷，就是惹不起你我先防。这个完全是两个敌对国家做的事。那现在波兰就是拿俄罗斯当敌对国家。实际上啊，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还有波兰这4个国家3月18号宣布正式退出渥太华杀伤人员禁止地雷公约，先退出这个公约，然后就在边境开始埋雷啊，就防着你俄罗斯。光埋雷是不够的，对吧？这些国家还是要团结起来，给乌克兰提供援助。法新社3月19日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日表示，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以了解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的细节。泽连斯基在芬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啊，今天我将与特朗普总统接触，我们将讨论下一步行动。这个泽连斯基打电话之前不要忘了先说谢谢啊，对吧？这回不能让万斯啊再抓把柄了，最好是穿着西装打电话，打一个视频电话。但是即便这样啊，你不一定能从特朗普嘴里面得到什么真实的情况，他很有可能告诉泽连斯基虚假信息啊。这种事情呢，特朗普是能干出来的。这个普京啊跟特朗普会谈的时候啊，打电话的时候说了，要求美西方不要再援助乌克兰，就是停火期间呢。但是当记者问这个特朗普的时候，特朗普否认了，他说他们之间会谈没有谈到援助。为什么他要回避这个问题？是因为美国跟乌克兰谈判的时候啊，在沙特答应乌克兰，对吧？要继续援助，结果这边普京，对吧？要求一停火，你们美西方的援助就得停。特朗普没有办法，两个都满足啊，所以他选择了回避问题。泽连斯基说啊，我们不会承认被占领领土属于俄罗斯，这是乌克兰的红线。卢比奥在沙特与乌克兰人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啊，与这个特朗普啊跟普京两人通话达成的这个相去甚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啊，他有临门补一脚啊，补射。这个维特科夫在彭博社电视台节目中说啊，他说我们将实现停火，我认为在这之后，其他一切都将成为细节，减轻制裁以及全面和平协议之后所有其他事情。维特科夫说啊，他说昨天美俄两国领导人没有讨论制裁问题，但是稍后将进行这样的对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维特科夫还在引诱普京啊，说你这要停火，我们啊可以解除制裁或者放松制裁，还在哄啊这个普京，俄罗斯还在给他甜头，一副欺软怕硬的样子，对吧？对乌克兰那是激进这个叫施压 PUA， 各种恐吓，而且直接断军援。那对俄罗斯呢，至少目前是循循善诱，哎，不敢说一个不字。这个纽约时报说啊，特朗普对普京的对话不会导致战斗停止，也不会影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略。这个纽约时报啊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啊，他说这次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的经济的变化。他说战争反而使俄罗斯长期经济低迷的地区受益。你看他这说法很有意思啊，就是俄罗斯的经济是结构性矛盾。什么个结构性矛盾呢？他说啊，以往闲置的国防工厂如今满负荷运转，以履行政府订单并创造就业机会。就是战前的时候啊，俄罗斯的财富
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那现在打仗的时候呢，国家资金正流向俄罗斯经济萧条地区，也就是实现了财富再分配。此外，文章还提到，俄罗斯利用石油收入加强军备建设，现在整个国家机器都在为军工综合体服务。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啊，也就是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啊，它在为战争服务，对吧？大量的财富在战场上消耗掉，这是第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第二个呢，它通过这个战时经济啊，那就是本来过着好日子的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他们呢恐怕就是经济上影响大一点，然后通过战时动员这个经济落后地区，因为它恐怕有军工厂，对吧？各种炼油厂，这些地方恐怕经济在发展，因为它提供了更多工作岗位，都是那些落后地区的人，还有当兵啊、征兵也是落后地区去的多，然后落后地区去了之后，你大量的这个抚恤金啊、大量的这个工资啊，都要发到那个落后地区。也就是说啊，通过打仗，这个落后地区反而恐怕获得了更多的资金，还有工作岗位。受损失的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些富人，他们不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经济上受点损失。那纽约时报就认为，普京现在啊，虽然这个经济啊有问题，但是人家结构性反而还更加平衡。所以普京现在还不讲战斗停止，但也仅仅是一种观点啊，因为即便这种平衡啊是再平衡，对吧？是财富在减少的情况下的一种，就是财富啊大量在战场上消耗掉这种情况下的一种再平衡，它不具备可持续性，难以维持啊。时间长了，莫斯科、圣彼得堡那些富人不同意，地堡老人的政权也不稳，所以现在啊，大家关注的就是周四啊，由英国在伦敦召集的这个叫志愿者联盟啊，这些国家的军事领导人要开会，也就是细化啊，要向乌克兰派兵。如果英法对吧能够向乌克兰派兵，那这个对地堡老人打击就非常大。如果英法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之下不往乌克兰派兵，而是往波兰对吧，往那个什么罗马尼亚派一些部队，这个那就是欧洲啊叫自寻绝路啊，那就助长普京的气焰，对吧？普京什么时候踏上这个欧洲这些大地啊，这个西欧啊，那都是指日可待啊，不会太远。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